事情，很用半年，开始给爱，一件事情，很用半年，开始给可能还少了半拍的心跳，可能还唔盼得少嘅母猪。empty， 可能就開始調戲我邊邊，可能就鬼夜自問自答。empty， 愛一件事情，相愛三個都做唔得。愛一件事情。都大黑，很愛過啲嘢。個愛要繼續下去，我用架勢；個愛要繼續下去，我用架勢。叫愛抱，個愛要繼續下去，我用架勢；個愛要繼續下去，我用架勢。叫愛抱。哇！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福氣來呢個節目，今日我分享今日嘅來賓係呢個吉娜觀啦，歡迎。大家好，我係吉娜觀嘅吉娜楊秀依。大家好，我係觀啦李康熙。好開心啊！哇，太棒了，貼掌咧！哇，我覺得我剛才真的很幸福，親很朋友誒，我覺得我在聽 CD。CD 就會按永影肩拜躺吉娜衝狗誒，就會覺得是在放 CD。有按永的槓桿嗎？是嗎？我們對嘴。不敢這樣。有沒有剛剛是放 CD？哎，我要敲完演唱會啊！演唱會，正經有呢，演事業分，真的啦，真的啦。為什麼我不知道？還忙了，還沒有公布，是不是？還忙公布。哦，太棒了！我剛才。歡迎來觀眾朋友喺 TVB 嘅。真嘅，第一個節目碟，這樣算泄露秘密嗎？沒有啦，對不對？清涼。哇，鄉親朋友可以談吉娜講，大家是第六新嘅福，因為你吉娜改染重複，我剛聽就覺得要敲完演唱會啊。對，拜託來談一下。真嘅，唔講吼，節目一開始先到大家來講，哇，恭喜！出專輯咧，對不對？哈，出專輯3年咧，壓中專輯3年咧，而且也是第3張專輯。第3張母語嘅專輯，真嘅啊，對，母語嘅專輯係第3張，對不對？好，所以等下好好來分享一下種新嘅專輯。不過先講剛才聽到那首歌，哦，跳下嘅條歌，叫做《愛呀天事情》。愛呀天事情，啊，好好聽，好聽嗎？對啊，好討人厭哦，那麼好聽。係啊，因為之前去參加嘅就係有一張有台嘅節目，有台嘅節目啊，後來就有青島嘅唔係客家鄉親嘅朋友哦，就請佢放兩條歌誒。真嘅，就給他節目播出以後啊，就像你嘅粉絲頁啊，也係講面書當紅嘛，嘅粉絲頁也係講 IG 當紅就暴增，應該算係暴增哦。真嘅，差唔多，你本來可能加把啥就暴增了，差不多400-500個，多了400-500個。一夜之間，好，那我就跟節目播出以後，那我也只能說巨星。冇呢，唔係呢，我知道咩係算運氣當好啦。哎，你知道泰嘎唐來安永柱子，泰嘎就抵我的心裡其實多麼喜歡吉娜觀子，我是真的很喜歡這個樂團，就是這兩人，因為講呢，因為對我來，因為公司採訪，因為認識吉娜青島年呢，其實佢嘅創作也好，佢創作也泰嘎可能就抵，不過對我來講，因為他這個人哈，整個給人家的感覺就是泰嘎會知道佢輕活潑。對，然後好像很樂觀，對不對？然後而且他很會主持節目，然後很聰明，反應輕感，差一些些。不過泰嘎唔抵，其實我自己覺得這是他外顯的樣子。因為我覺得吉娜的內在有另外一個吉娜存在。我可以感覺會暗用你。有時候你跟他想要更深入的討論哈，哎，他就笑笑他就笑笑跟你說。可是如果你再近一點，他內心你會發現他眼眶有點含淚，但他還是在笑。這樣就會你的個性。
可能我知道可能太几家都有两面嘛，就是讲人个做条路的时间，然后人家时代哈，当然係冇強用嘅嘛，冇可能講做主持也衝過嘅時間，你在台下唔會忝嘛，嘅冇可能嘅事情。啊，唔過我本身就係算係啦，有陣時咪會，我還蠻可以自己獨處的，算係做得起家一三贏嘅。对，不过给个外形就是非常的活泼，让大家都很开心，对吧？罐子，是的，对，罐子只要说对，是的，对，罐子就是据点王。不过我们讲一下刚才那首歌，因为刚才那首歌泰嘎就底吼，夜黑亚中总是一个踢一条狗跳，对，然后也是你刚刚听起来哇，身体很想摆动起来，因为有摇滚的，对，所以那时候听评审讲评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乡村摇滚。两条狗会不能。做两个嘛？嘿，其讲是南方摇滚，其实南方摇滚就会 country， 因为像米鬼跟南方，他就是做很多乡村乐的嘛。乡村乐可能就有些像里嘅他传统的冲法吧。其实讲 country 来讲，佢就会亲切加，因为他们说的那种就是 root， 就是很草根的那种音乐。好棒哦！鼓手佢就会冲出来，就翻译就会翻译，啊，干苦就会干苦。就按钮给感情，按钮给感情，亲切加的感情。所以这一次的编曲其实有劳罐子这边，花了很多力气。因为我对这个乐风很不熟悉，所以有找了朋友来帮忙。哦，对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个乐风？因为吉娜指定的，是不是？对他那个时候，你很会这样哎，我很会给他出难题。他有给我那个 reference， 就是那个韩团有个年轻韩团，他们在那个什么歌谣季类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哇好强哦！我听，然后他说我想要那个风格，我弹不出来，一句话办不到这样。我真的，因为我认识他们很多年，还定期都给管黑真给他用，因为吉娜她有一种灵感的时候，因为吉娜有说嘛，其实你不会乐器，你够她很有感觉，很有想法，不是说给家家堂都嘛个灵感一来，你就捅罐子讲，我要这个，弄出来。不会啦，不会有，不会啊，我不是那么那个。那你是怎样？很耐心的，做的吃宽啊嘛，就有没有这样子？罐子哥，所以不会沟通很大声。有赏识啦，所以给他们提供也这么多的时间。当然，我们刚开始情绪是铺陈的嘛，Hello 就会他太上一些功法。OK， 给没太上，没太上啊，就是这样磨合出来的。不过他这个就比导演的作品会。进来进后嘛，真紧，嘿啊，有要申诉的吗？没有，没有，是不是？一切都是事实。要有求生意志，求生意志。总言之，就是诞生了安永的乡村摇滚。我们刚刚说南方摇滚真的很棒，其实歌词也写得很有意义。不过这里面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大条狗味度七嘎给故事。高鸦片，我觉得同大家来分享，你看一下这种转型。好像书封有没有一本书？正经加跟设计就会一本书给概括，对不对？因为它外面就是一个书套。是，所以你不会东西某个时间很做在哪一贴个做的有冇？按你的书套就做在留下来。包书干嘛这样子？就是实用价值很高，实用价值 CP 值很高，因为你这个拿下来真的可以当书封哎，真的啊，真的是书套，好棒，你做的插下来啊，好务实哦，因为它这个专辑的命名，你看上面写小吉的路 ，C 给路哎，这个名字好特别，其实有意义，对不对？因为是2019年，其实两种专辑，先来讲两种专辑，其实还是我是讲我本身20年间嘅故事。就是讲20年，2019年一直到2021年，下两张专辑嘛。2019年代差不多8月29號嘅日，我記得就會發生車禍，護送來做數就輸送了嘛。嗰陣時就清洋蔥，算係清洋蔥。後來就開始復健啊，就開始復健的路。不過就會張開始讀到安陽嘅事情嘅時間，人家心情當中冇辦法去接受安陽嘅狀況，嗰時候就家所以唔得清艱苦嗰種事。後來我去想講安陽下依做唔得啦，唔家所以唔得，人家身體唔好，你根本就冇辦法去復健，本佢行下好起來。後來我就想講，我就會吃寬啊，你自己去分割你自己。然後你幫他，好像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這樣。那時候也真的，嗰種什麼正經感覺都給正經喺切嘎一撒，就是他雖然生於我，但他不是屬於我的。對，因為他昨天還好好的，就是怎麼樣，你都很自然而然、很理所當然的使用它，但是他突然就不能動，你怎麼樣去驅動它，你怎麼樣去叫它起來，它就是不動。給時間，後來我就想到，我給
当作我朋友，我就要去好一张名的，然后小吉。就会福建嘅时节就当然要去讲法，就会讲哦，你根本辛苦咯，你根本周运通勤辛苦哦，就帮他摸一摸，或者是我每天晚上睡前我跟他讲话，然后我就亲亲他，帮他取暖一下这样子。后来就必须说就是人自我的疗愈能力很强。后来就他算进步的很快，佢进步嘅情感，我福建先生咩老人讲，佢就讲。其實唔算係千里開啊，佢哋就想，我老愛先生講，我老愛做出好一張名好多小雞，佢就講你用個案例開，按用個方式其實因為他們的復健就是要你去好手帶壞手去記憶你這些曾經你的動作這些事情，然後後來就是這樣子，所以小雞就誕生了。其實睇下後堂這個吉娜愛用粉用那輕簡單，不過愛迪給用時其實是蠻低潮的，不過佢個外顯完全看不出來。我每次要問佢講佢嘅素描嘅時候，佢都超活潑，說啊 OK 啦。不過其實愛迪一定是經歷很艱難的事情。你胸寬啊，你輸送嘅時間，你不知道它會不會好，它整隻手是完全不能動。為什麼叫做把它切割？因為你很緊嘅時間，它完全沒有辦法受控，它好像跟你是切割的，故說才有小吉的路。對，所以是吉娜跟小吉一起。應該係講小吉嘅路就係吉娜嘅路啦，就是小吉誕生以後，吉娜就不一樣了嘛。本來係用嘅想法啦，最剛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想法。所以哈，顧松你看，亞迪度哦，有一首歌《別離開我》的創作，就係講小吉。別離開我兩條歌誒，其實我兩專輯有分做四個總結，就4個章節。第一章節是1到3首歌，從頭嘅歐亞天事情。Pretty Disco 還有 Count on You， 佢係屬於本來你跟他講嘅風格啦，也係你嘅想法嘅歌誒，就做在堂度誒，本來睇起個上地杯都會跟他講嘅，佢就會歌誒，你想象得到。殺下來第4條到第6條歌誒，係我嘅天意總結 and reborn， 就是再生，就會 say it， 就是小吉出來了以後，我的人生等於再重置。第3總結就係。第7條歌嘅到第9條歌嘅 ，on the memory， 因為在2020年嘅時間，我讀到我落台歌詞，係對我來講，係比我嘅書上行下本來講唔起嘅事情。清明一節就係FIN， 就是終章，有一條演奏曲。所以堂吉娜愛用復用大家是啲，其實兩種做是做啲講係記錄、紀年嘅，你講姓盧嘅離場，還有乜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嚟講。無相愛變開，甘有放肆本意留下來。你呀呀，有天公把他愛了一個。
OK， 亚述歌曲是莫离开爱，就唔好离开爱。莫离开爱。哦，乡亲朋友讲下，谈到这首歌曲，其实是上团节目，其实吉娜老大家都分享嘅，其实就是夏文写给歌的，写给小吉的歌曲哈。哇，这个太卡做的钢书斗，真给你看哦。上一段节目我们听了一首南方摇滚的，这一段听到，就像泰卡就底黑公牛糖吉娜给歌曲泰卡就底，这真的不是我们一般认识吉娜，常常会听到按钮给曲风。对，因为两转是它困难的部分就是讲，全部都会去改故事。故事下一轮，从他家可能从给数位的歌曲听的话，就冇从实体的专辑你不会读，其他条歌的就会有一扎，可能对两条歌的本来下歌的可以念也讲那个想法。茉莉开爱两条歌的，它的文字其实就只有4个字，就是茉莉开爱。是，就是四彩花喺讲，给临时发生按用的事情的时间啊，冇其他的想法，就会茉莉开爱，像那个小金茉莉开爱，就够本爱的时间批的爱。因为就会吃到尤其嘅时间啊，冇清真下，就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就烫一个疤，要用板唔怕啦，输送一下唔怕啦，冇想到会发生这样嘅事情。不过太好的就。最棒了，亲张掉给事情，真的你积极的复健，他的手现在好像也可以跟小吉沟通嘞。他像你叫他做什么，他会慢慢的听你的话。他可以复原到爱和不爱去改一张，就是可能一个渐进式的目标，可能张口一次的时间，因为半夜待的时间输送嘛，一次都是1年以后的时间，给张按用停通一下，就只能动一个手指。后来我就想讲给停通嘞，我就想讲按用就比较有积极动力去让他就会从喊一半本给做的按用。就是手可以抬起来，沙沟了就周的按用可以搬到，例如说45度之类的。我的目标就是周的拿麦克风按用，对，后来就然后就周的拿麦克风，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慢慢的去渐进。对，所以广告的时候其实跟那个吉娜大嘴鼓吉娜讲亚种专辑其实是一种伤心的专辑。也是一个记录这几年自己，或是面对自己，或是面对心中很多的缺口的一种转型，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不要离开我，讲的是手，但是这里面其实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个离别的故事。其实俩大一条歌应该都有一只对象，可能就係想要同佢表達我嘅愛，也係講表達我嘅感情。但條歌嘅都有，像茉莉開愛係下本寫嘅，還有一條歌，一起一飛係下本我嘅福建欣賞。OK， 我嘅福建欣賞也係講，輸送嘅時節讀到嘅一條陌生人，上分嘅人，佢可能在茶檔上看到人輸啊，用輸送佢講，聊到邊本錯，那加油哦，根本就唔認識佢。嗰時候我就想到，用會按，就這世界怎麼那麼溫暖？我就想一下，那用嘅一條歌，後來就。還有一條歌下不來沒有接下來就會下關於就離別這件事情我的回憶。因為愛迪其實對吉娜來講，就像你有時候遇到一個挫折的時候，你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可是你第二個還沒有復原，你又讀到聽一個挫折。你知道那個挫折是接人，我知道梅威對你來講挺重要，那個梅威陪伴你10幾年了，對嗎？11年，名安諾米亞從冇。米亞，對。去年嘅5月16號，你看日期都記得好清楚。對，這對你來說，對你來講也是另外一個離別。係，尤其係講，米亞對我來講，對佢嚟講，咪係因為恩利倆，就係2年都讀到青島嘅事情。佢嘅批判對恩利來講就挺重要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有一張沒有一點給他順，像糖給他頭起上呀樣，就知道冇按故事呀樣，就有幾批的。我覺得他也許是，就是真的是天使吧，就是對嘅，雖然你用啥，我吃到情感苦，會捨不得，不過有喊他都會感謝，真的很謝謝他的陪伴，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給我們很多安慰。是，我聽這首歌的時候，挺特別的，你們真的有那個是門鈴的聲音，對不對？對，門鈴的聲音是實境的聲音，真影給嗓錄進去的。對嘛，然後還有貓咪的聲音，對不對？對，哇，
就还好，他平常就是跟他玩的时候还有拍一些影片，所以真的是米娅的声音，对，真的是米娅。哦，所以我们的合音里面有写米娅，真的是他唱哦。所以这个实体里面专辑有写米娅，对呀。所以合音天使就是米娅，对不对？然后那个门铃声就是我们家坏掉的门铃。对，那种是唐吉在修的，他在修理的时候很好玩。哦，就想说这个电铃怎么会是这么叫的嘞？是，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它是无线电铃嘛。哦，按下去，那个我用真的我用 synthesizer 调，我还调不出来。是。对，那怎么会有那么好玩？会不会是一个猫咪的灵魂这样踩在那上？就那时候感觉好像米娅自己踩着那个门铃，它就一直发出那个声音。鼓手就想讲，就同佢讲，你做得老了，问哪个嗓音不用你去嘛？是，就有些像好像宠物家人，他来到你家，然后按你家门铃，然后就喵一声就进了你家，陪伴你这些时光。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也就喵，我要走喽，然后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的结尾跟都是门铃声。好可爱，因为我听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真的门铃声跟米娅的声音在里面，所以大家会知道，两种专辑地图简讯的每一条歌曲都有一个奇怪的故事，其实听起来都是一个生命中很难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按勇跟歌场也是去面对，对，可是面对不一定真的被治愈哦，但是这是一个记录的过程。我常常会说，其实哪个感觉会按勇，你还会知道做一个故事，还讲你读到按勇的事情，你还做得用创作同佢記錄起來，不管你記錄嘅結果係咪真嘅有療愈或是什麼，但是你至少為這件事情做了一個記錄。對，你看我們說手很擔心他離開你，叫米娅給離開，剛剛你講到還有家人的離開，對，這是也是在其中一個篇章裡面。對，這對你來說，你看接二連三呢，對不對？那個是弟弟。就會其實落台係2020年嘅時間，就是其實就是一個很平常的日子，然後就接到家裡的電話說，就係佢就走了，因為意外的關係，所以就離開了這樣。但是其實一直都倆哈，都會想到講，你有沒有按奇怪4分鐘的時間，一上癮就要永遠的，在這個維度裡，在這個世界裡是永遠的再見。不過後來就會想到，做兩種專輯本來好時到清代嘅一件事情，就係因為總有離別嘅時間，鼓手會真下空下嘅時間，愛就愛好好講出來，你也不要羞於去表達你對家人的愛，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情人。因為有時是你假使講正經讀到明天的意外，不知道誰會先來。正經讀到按用嘅事情嘅時間，公司採發，唔會想到係唔對佢唔好嘅事情。就像老眼露台親密一百見面嘅時間，因為我帶我輩嘛，親密一百見面嘅時間係啲阿布卡嘅產作當紅示範，佢就本來。佢本來是佢就留本來生，我沒想到佢親密一百個見面，我們就很自然而然就各大追估，佢給龍十張買新嘅父吧，然後他就有透露他的又幸福，然後又有點擔憂未來的煩惱，這樣子。鼓手，兩件事情對佢來講，他也許完成了他這一生的功課，不過對我不卡人來講，老幾有連給人來講，你就會很大的一個功課要去度過。然後這也讓我覺得老不卡癮就會，有青島的編發，有青島嘅需要去調整的事情。對，鼓手吉娜會講要從專輯係一個傷心的專輯，其實也是這2-3年，其實吉娜都到青島安永空，這裡講人生其實沒有想到會遇到的困難，跟這樣的一個真的，老人家可能會想到做案嘛，做案會遇到嘅事情，不過還有上癮真嘅想唔到。對，所以迪度有一條歌曲不會忘記，不會忘記你，是寫給侄子嘅。其實我係用我露台嘅國土來寫呢條歌，因為呢條歌有一個故事，就係我露台這位時節，大家都會就是一起聊天嘛，可能就會講你有夢到幾麼嗰種時我露台嘅本樣佢就講家來有夢到，有一班我就同我吃嚟鄉下嘅大嘴鼓蠻用來嘅講法，我就問講唐公你夢到你阿爸哦，佢講係啊，
我讲梦东亚爸在走嘛该，他就讲爸爸跟妈妈在走廊上拥抱，我就讲哦啊你在走嘛该，他就说我在旁边看啊，我可以顺通看啊哟，我就说哦你在旁边看，那爸爸有看到你吗？他就说冇，给老爱天不用贴的，他把我忘了。然后因为给老爱吃了一张7岁，他才小学1年级。啊，糖豆阿勇的事情啊，当然吃得很心酸，那就会同你讲，你爸爸不可能忘记你，我认识你爸爸那么久了，他脾气超坏的。可是你知道吗？你爸爸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是这几年，因为你的关系。因为你的存在，真的吗？因为你的存在。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你记不记得？你当年啊，就会俺老台上班的时间，俺吃的都会南登记，就同佢讲，爸爸你如何生意哦，其他生意哦，啊俺老台就会 sell 啊，就会讲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亲亲抱抱。我就问俺吃的讲，你记得有件事情哦？你讲，我记得。我就讲，嘿啊，你记得你第一年阿爸做嘛个不会变成一个阿爸吗？佢就讲做嘛个，我就讲，嘿唔俾面啊。因为你几张变成一只阿爸，后来就20岁的从头到尾都没叫，他那次是最接近哭的一次了，家母族就疯，就一直揉他眼睛，就问我是真的吗？我说对，你只要记得爸爸，他就不会忘记。我觉得创作跟歌曲的力量就会共，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被疗愈到，我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一定可以疗愈到很多其他的人。还有青豆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来讲。东方宇宙的绕墙道，今仔讲呢，来到节目地图，底下还记得个提上中改撰写，哇，3年提上中，而且这么的细腻，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吉娜亲身经历给，一些人生的遗留，真挺黑暗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还是一个很好的互相陪伴呐，聪吗？必须了。必须的。你看这一路走来，米娅黑用上你共同的，可以说一起的伤痛。可是，不管是手也好，或是面对家人的失去，其实冠子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而且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刚好我自己也生了一点小病。对，就是那个精神状况有点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对，所以就是猫咪会陪着我。当我服了药之后，我乖乖的躺在那，他看着我，他大眼瞪小眼。是，对啊，所以那段时间，他就乖乖，他好像仿佛知道某些事情，就是他就不会像平常皮皮的，或是要吵着跟人家玩，他不要，他就是乖乖的、静静的待在我就是对面这样子，就是一路过来，然后金娜从那个家里的事情忙完，从那个就是那个拜饭群那边回来的时候，然后对，然后一直看猫咪，猫咪会一起疗愈我们。对，他每天回来都几乎都是凌晨的，因为还要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对于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是自己怀胎10月的孩子，也是他们姐妹都觉得难过了，更何况是父母。是，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找不到答案，是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哪个感觉会按钮不够。我们现在如果活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当下。我觉得我们就坚信，它背后一定还是有它存在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也不明白。其实我也没有要去找寻什么答案，就是，但是的确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事情。就像两种转系来讲，其实他这个讲他是有疗愈吗？就像调阿义理解讲的，有没有疗愈到我？其实，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没有，因为它等于说要你把你的伤口再剥开，对，你再去审视。那时候也是必须要，很坚定的用一个工作的角度去完成它。对，如果放太多情绪的话，就像但是我的确觉得，例如说在这张专辑出来以后，我去上了一些节目，然后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听过歌的朋友。他们会跟我讲说，他在某些歌里面，可能他会投射他自己的故事在里面。我觉得这样也很安慰，我觉得很值得。是，其实我不是为大家而写，我是为我自己而写。但当有人因为听了这样音乐这件事情，然后他获得抒压或释放的时候，对，
我就觉得没错，那我有坚定的把这个事情写下来。没错，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哪个意思就会讲，你很亲头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答案，你不知道原因，因为很多时候会讲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遇到安永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的下一步应该会有更好的安排。那首先安永，你不论会对你膝盖也好，对别人也好，对，所以其实刚吉娜公都给个情绪，那丁你在配唱的时候，你看你书写的歌唱还情感哭哎，你配唱的时候也是。其实这张专辑的配唱，我觉得真的也要很谢谢配唱老师游子阳老师，因为刚好那时候专辑已经很压底线了嘛，新音乐时间会发行，俺一直都新音带一张下腾，是1年2录音，我录音的时间还可以找多。因为我长得肾结石，所以我还开了个刀。你真的是身体状况唔係咁清好，後來就係配唱老師佢嘅兩首同我講，就係兩種專輯請貼片，因為佢寫很自家嘅故事。我當然他自家都講請我重構，你還技巧很好，但是在這張專輯裡面你要保留是你的情感，就是當情感跟技巧，因為我會覺得說我做得夠吃一半嘛，我做得衝個行下後。他就說：“其實不用，當然你要保有你基本的技巧，但是你要把情感保留下來。”是。鼓手倆親密一條歌的，幾條歌的下半來露台，幾條歌的錄音的時間，還記得喺去年嘅聲音嘅7號。他日期都記好清楚，因為他對我來說很深刻。印象太深刻。鼓手嗰當時在批充嘅時間。我們老師他也很懂我的情緒，我們已經有一定的默契了。我們就是不能夠把情感面一直釋放出來。老師也知道情感太多，佢就用輕簡單嘅方式，佢就講：哦，兩片本來怎麼個感覺？兩片本來要輕輕的拖起來，這邊用個氣音，那邊用個放音，怎麼樣怎麼樣？就要輕轉型彈給講法，因為他的思緒只要一岔開，你就會很容易陷入那悲傷的情境，很容易就潰堤了。對，你很容易潰堤，因為我們人的你的嗓音沒求你能夠可以共用，你一旦潰堤或怎麼樣，你就浪費了，你就不能唱。鼓手我們清控制我自己。不過都親密嘅時間，咩正經冇辦法。鼓手兩條歌給親密，兩條歌它就是只有鋼琴配樂而已。到最後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一點就是微微的走音了。不過欣賞咩，跟尤老師還知道說我冇辦法，他就已經知道你已經在臨界點了，你就講好了，吉娜出來，就按鈕，還有了就親密嘅表現就按鈕。吉娜還按鈕講啊，鼓手我真給清音整堂，我是聽不出來有沒有一點點走偏，就知道我真的很糟糕。可是我讀到給他們給我讀到的就是那最真實的情感，那是他認真的樣子，他最真實的吉娜就會按鈕你。輕貼配我因為你看時間真的夠給情感，追每來講，其實最後一首歌我也好喜歡，莫狗詞。親密嘅歌很多 Someday， 佢就有一些可能，因為他這個假使講有可能倆實體專輯，有可能文案，第兩條故事，其實聽到這會有點沉重。親密兩條 Someday 就是終章了嘛 ，Someday 的概念就是那時候有跟冠子討論，就是說。那我們輕鬆一點吧，有點像電影片尾上最後的那個羅卡按鈕你嘅廣告，對不對？那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設計。他本來跟我講說要做什麼管弦樂什麼，就我有嗎？有，我那個只有 demo 出來的時候不行，太沉重。是。後來我就隨意彈一些民謠的東西，他說那就那個風格。是，簡單就好。可是我覺得你講得非常好，一路這樣子跟着你的故事按鈕走到最終章的時候，他還是有一個鼓勵的廣告，有一個溫暖的感覺。這其實也是告訴自己啊，因為 someday 就是總有一天嘛。那我覺得不管是相聚離別，就是好像我們還是會在一片天空下吧。就是只是維度也許不一樣。或是在什麼地方再相遇，會再相遇吧。對，所以就會壓出高橋。我覺得今天真跟親歡喜，真的好開心哈！因為吉娜兩種專輯對我來講，我相信對所有嘅鄉親朋友也係講，聽眾朋友為地講，其實這是一個不一樣的第3張的專輯。希望你所有嘅朋友做得來好好來聽。兩種性感專輯，兩隻節目係提白都到快問快答，沒有時間的啦，所以現在是要問嗎？我是覺得說只剩下1分鐘，我只問一題，好不好？好的，請問一下，最想對對方說的一句話。我愛你。
Love you too，辛苦了。这么，我刚才求生意志，求生意志。帮你省时间。哎，易姐咳嗽太浪费时间了，还要浪费30秒。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哎，最想对方就是要我爱你。讨厌。好啦，我觉得你们真的好讨厌，这就是最棒的，好真实又好直接，快问快答，没有想，对不对？好，你刚刚是回答他什么？我说 me too 啊，辛苦了。好棒哦哈！所以希望用亲朋友其实都记起，我都很难做 ending 这一张。吉娜历时3年，给吉娜故事该记录，先该撰寫，而且哈，谈講新業份又讓重費，好，所以大家期待其實都嚟到節目地讀到大家的分享。哎，今天謝謝，請感謝亮嫂，謝謝易姐，真的好棒哦哈！好，所以該鄉親朋友聽聽 Hello Annie 嚟做認同了。從去福喜樂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個面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